阿女嘛服务的托表个说骨头，咱们口袋沙皮说乌沙把小姑娘乌沙把口袋马那罗罗最来是一点呢，乌沙里一瓦的马扎个喽，出租手不里一瓦的德话里是一瓦的俄扎嘛没过过带酒，我里娘乌沙里一把小布袋。个大嘛，张木可不阿里个了啦。阿女嘛，服务的在图表个说，阿巴拉哈比大卫吃啥来着？乌沙一天吃的把嘛挖的狼我呗嘛，乌沙一张木可的，乌沙米里个啦，不了嘛啊。乌沙呀，一那个大嘛张木可不的嘛米里个。乌沙呀，张木可不的沙皮说乌沙啊喽。我了你乌沙呀，我让嘛不没过，啥子的嘛一把下不的，一没能咋爬不过呗，啥推了喽。乌沙呀，一时结果呗，一把下不的。啥个台我嘞，我是相信的，一时下多个我。侬话的咪，我的你女士哪路去做过嘛？你妈一时跟我被张木去个喽。我啥呀？一啥要过呗？一把小不带，我把小不带指数提次提把嘛我的呀，我的大卫一次让来让去做过呗，让我呗一我的一年个喽。我啥呀？夜里没过呗？一把小不带。不没过是次可点个呢，侬话的可哪没过好的一那些我呗，让我去个喽。无啥意让我去姑娘，啊去见嘛让我去不我，啊去见嘛都不我。无啥让我打嘛里边不没过是次可点个呢，无啥嘞一把下不的可哪没过。好的一拉路，乌沙把小姑娘啊，可下就是乌沙是相信呗，就如沙律路边的瞎子个咯。为了俺们一娃瞎子大嘛是相信呀，后天我的所罗门的瞎大嘛是相信的，啊地上面干嘛么？一娃做路路过店嘛，一娃的出租车初时初级不断面。乌沙把下部啥子么子点些喽？我妈的嘛次，乌沙把下部呢，一娃之前最不短面，你啥面啥点哇些喽？一娃呢最带花的嘛苦，最嘛一点嘛巴啦。我了你一娃呢，乌沙的一娃的个张木大嘛，啊女嘛服务的在图片个说。阿巴拉哈比大卫吃啥来着？乌沙一天吃的把嘛我的吃了是，一我的就在那么喊你的我路的路。乌沙呢，一门的咋爬？俺娘如此服了是，一把小不带，你妈妈家里的花起吃的，老娘家那么下个一你个了。乌沙也门的咋爬不呗？头个不爬不呢？乌沙的一我的个大嘛？啊，可偏嘛，乌沙别个阿知的，头个里阿娘里瓜不好个咯，头个里姑妈阿知的条哇呗，日子可是头个姑妈的，是下头个呗，快咯。乌沙一挖的吃那么的，一挖老娘的嘛喊你瓜，乌沙是下头瓜嘛，可是绿头个姑了。乌沙里个张木大嘛，乌沙一挖的过铁肉嘛，阿才是吃狼我啊。